各位朋友，你睇好，歡迎翻嚟正觀點，我係振飛。尋日有一架美國空軍 F-15E 攻擊英土伊朗上空，俾導彈擊中。呢個係史詩之路行動開始5個星期以嚟第一架俾伊朗擊落嘅美軍載人飛機，機上2名機組人員彈射逃生，其中個飛行員而家已經獲救，但係武器系統操作官到而家都仲未揾到佢。如果佢仲生存嘅話，佢身上可能剩翻一部電量就冇用晒嘅無線電，幾發只係用夜視儀先睇到嘅信號彈，仲有唔多過3日嘅水。搜救行動已經進入第2日，美軍派出多架搜救機都俾人攻擊，仲有多人受傷。至於伊朗嗰邊呢，事發之後就即刻公開咗彈射座椅嘅相，國家電視台不停咁播緊尋人啟事。喺彈射地附近，伊朗西南部有個省長甚至公開懸賞，動員當地人去揾同埋活捉呢個美軍飛行員，仲話揾到會有6萬美金獎勵。根據今日最新消息，伊朗官方否認揾到咗呢個飛行員。依家美國同伊朗之間正進行緊一場爭分奪秒嘅搶人大戰。我相信好多關注緊呢場戰爭嘅朋友都同我一樣，依家都好緊張嘅，密切留意住件事嘅發展，亦都喺度祈禱呢位飛行員可以平安順利嘅獲救。但係佢可唔可以獲救，其實同佢之前接受過嘅訓練同埋佢嘅生存指南有好大關係。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佢講下美軍如果唔好彩落咗敵後，佢哋會點做？有啲咩生存規則？有啲咩裝備？幾耐時間係獲救嘅黃金時間？歷史上又有啲成功搜救嘅案例同埋失敗嘅例子。相信我，今日呢個節目一定會令你冇得好過癮。信唔信由你，只需要俾我20分鐘時間。我哋先由一個最基本嘅問題開始：一個美軍戰鬥機飛行員彈射出去嗰一刻，佢會帶嚟咩嘅呢？好多人以為彈射就係人飛咗出去，跟住降落傘打開，平安落地等人佢救。其實咧唔係咁嘅，美軍用咗幾十年時間，將飛行員身上每一寸空間都變成咗一個微型生存系統。咁呢套系統咧分為2大層級，第一層咧就係佢喺彈射座椅下邊嘅生存套件，英文叫做 Seat Survival Kit。呢架 F-15 用嘅係 ACES-2 彈射座椅，全名叫做先進概念彈射座椅。喺個座椅底下固定住一個大約22磅重嘅包，彈射嗰陣呢個包會跟住飛行員一齊飛出去，用肩帶同腿帶綁住佢哋嘅身上，直到降落傘打開。人同座椅分離之前呢，包螺都仲喺度，即係話喺落地嗰陣呢，呢個包都仲喺度。包入邊有啲咩呢？最重要嘅就係無線電同定位設備，配備咗係 PRC-12單兵求救電台，其實同對講機差唔多大，仲有 GPS 可以用緊急頻道發送定位信號同語音。不過呢個電池咧續航得7個鐘啫，記住呢7個鐘頭，我哋之後仲會講到。仲有一樣嘢叫做 AN/ERT 33個人應急信標，呢個信標有個好重要嘅設計細節，佢可以設要手動啟動。點解呢？因為如果冇敵後，一落地就開咗廣播信號，冇敵人嘅無線電監聽設備就可以好快揾到你，可能比自己人快好多。咁所以咧，一定要自己決定幾時開信號，幾時關掉。至於武器咧，傳統上就係一支 M9 貝雷塔9毫米手槍。不過你要知道，一支手槍嘅敵後可以做咩呢？講真，能做到嘅嘢唔多，因為實在太弱。所以去到2018年，美國空軍就正式配備咗一樣新嘅，叫做 GAU-5A， 全名係機組人員自衛武器。呢樣嘢徹底改變咗飛行員落地之後嘅自衛能力。因為你要知道，戰鬥機個座嘅空間真係極之有限，彈射座椅下面嗰個生存包更加係寸金尺土。手槍雖然塞得入去，但係手槍嘅戰鬥入面同步槍根本唔係同一個級別。如果可以將步槍縮細到咁細，塞入彈射座椅嘅生存包入邊，就好啦。所以咧，美軍佢哋個解決方法就係將 M4 carbon 槍嘅槍管改造可以快速拆卸嘅版本，個槍管用一個快速釋放系統，幾秒鐘就可以拆落嚟。成支槍接埋之後嘅尺寸就係16×14×3.5寸，即係一個細背囊咁大。飛行員落地之後，可以喺30秒內將成支槍組裝好。尋日俾人擊落嗰架 F-15E 嘅飛行員喺個彈射包入面，理論上帶住咗就應該係呢支槍。除咗通訊同埋武器，仲有信號裝備，包括閃光信號鏡、信號彈，仲有一個裝咗紅外濾光片嘅頻閃燈。呢個設計都好特別，淨係帶夜視儀嘅友軍先睇到，敵人同肉眼係完全睇唔到嘅。所以咧，佢就係佢喺彈射座椅下面第一層嘅生存套件。
咁第二層系統咧就係佢哋個人攜帶嘅裝備，呢一部分比較彈性，有啲係飛行員自己定製嘅。我哋喺電影入邊見到嗰啲冇出老婆仔女雙錫一錫嗰啲相，可能就係收埋咗第二層。所以成套裝備其實好齊全，但係佢哋都有一個共同而且致命嘅限制，就係時間無線電嘅電池。我哋啱啱講過，淨係得7個鐘頭，生存用嘅淨水藥片都只可以頂幾日，信號彈都只係得幾支，口糧最多3日。所有呢啲準備都只係為咗一件事，唔係要你長時間生存落去，而係要冇捱到救援飛機佢睇嗰個時間窗口。喺呢個窗口有幾大呢？美軍戰鬥搜救體系入邊其實有個唔成文嘅共識，頭72個鐘係黃金期，之後每過24個鐘生還嘅機會都會下降。呢個時間其實唔係人體嘅生理極限，而係戰術極限。因為一旦飛行員跌咗落敵後，佢另一場戰鬥就開始咗。敵方第一個反應永遠都係即刻捉住佢，變成俘虜。美國飛行員對佢哋嚟講係談判籌碼、宣傳材料，仲係情報來源。所以對伊朗嚟講，呢個價值真係無法估計。而跌咗落敵後嘅美軍飛行員，呢個時候就只可以靠自己，唔俾敵方捉到。呢個時候美軍嘅 SERE 訓練就變成咗生死分界線。Series Survival Evasion Resistance Escape 翻譯做中文就係生存、規避、抵抗、逃脫。呢個係美軍其中一個最嚴格嘅生存訓練項目，每一個戰鬥機飛行員上戰場之前都一定要完成。呢個訓練其中一個核心原則就係落地之後唔好即刻開無線電。點解呢？頭先我哋講過，因為敵方嘅無線電監聽設備可以定位信號來源，只要你一開機，自己嘅坐標就即刻暴露咗。所以正確嘅做法係先移動，揾到有遮蔽嘅高位，然後再等指定嘅時間。通常每個鐘頭幾分鐘會短暫開機發送信號，之後即刻關機，再移去下一個位置再發信號。即係話每次開機都好似賭博咁。今日有位美軍特種部隊退役軍官嘅 CNN 都講嘅，佢話救援行動極之危險同複雜，完全唔似電視入邊演嗰啲咁簡單。佢判斷美軍會喺夜晚進行救援，因為美國人喺黑暗之中，佢哋比任何人都清楚。但佢即刻又補充一句，問題係嗰個飛行員自己都要喺黑暗之中移動，而呢樣嘢唔係每次都咁容易做到。所以嚟講嘅就係呢個意思，飛行員要不停咁移動，再發送信號。美軍嗰邊只要一發現到信號，2個鐘頭之內就可以完成救人嘅行動。因為現代戰爭嘅戰鬥搜救理念係預先部署。喺戰鬥機執行任務之前，搜救嘅資產嘅飛機啊、武裝備啊，早就已經喺戰區某個地方待命。尋日佢報道都證實咗呢一點，飛機被擊落之後，好短時間內，美國嘅搜救資產就已經出現咗伊朗領空。有位退役飛行員同 Military.com 講，佢同啱啱嗰位軍官一樣，都判斷美軍好大機會等到天黑先執行救人行動，因為夜間行動可以最大化紅外線同夜視設備嘅優勢，同時減低俾防空火力擊中嘅機會。講到呢度，有啲朋友可能會有疑問，美國唔係早就話已經完全冇咗伊朗領空嘅制空權咩？點解仲會遇到伊朗防空系統嘅火力呢？呢個問題呢，我哋先 hold 住一陣，等陣會講到。佢講之前，我哋再翻去講下呢位落嘅敵後嘅美軍飛行員，搜救已經去到第2日，接落嚟每過1分鐘對佢嚟講都係生死一線之間。以前有啲試過類似情況，美軍如果落咗敵後，佢哋會經歷咗咩？佢哋又係點樣被成功救翻出嚟？又或者佢哋係點樣俾敵方捉到嘅呢？1995年6月2號，美國空軍上尉斯科特·奧格雷迪，副號 Basher 52，喺波斯尼亞上空執行北約禁飛區巡邏任務。佢就駕駛住一架 F-16，連埋另一個人波布萊特，以雙機編隊一齊飛行。佢哋知道沿途會遇到固定嘅防空導彈陣地，但係佢哋唔知道，就喺今次任務開始之前，塞族軍隊調咗一套流動式 SA-6 導彈發射車過嚟，仲設咗一個陷阱。呢一度嘅塞族軍隊其實就係波斯尼亞戰爭入面由塞爾維亞嗰邊控制咗武裝力量，佢哋當時掌控住大範圍嘅領土，仲繼承咗前南斯拉夫軍隊大量嘅防空裝備。塞族人好狡猾，佢哋唔係成日開住雷達，而係間歇性嘅短暫開一開，喺美軍 F-16嘅預警系統就趕唔切完整嘅鎖定呢個威脅來源，等架飛機飛到正上面，導彈射程最有力嗰陣先驅動手。等到飛機可以閃避咗空間最細嗰陣，佢哋先正式開火。於是2枚導彈發射咗出去，
第一枚喺奧格雷迪同賴特兩架飛機之間爆炸，第二枚就直接擊中咗奧格雷迪嗰架 F-16。賴特見到奧格雷迪架飛機嘅空中斷成兩截，着火咁跌落去。佢哋見到有降落傘，以為奧格雷迪死咗，但係奧格雷迪喺最後關頭彈射成功，佢生存咗落嚟。喺繼續講呢個驚心動魄嘅故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款嚟自韓國濟州島嘅紅海參養生膠。我一直都有推介呢款產品，有兩個原因。第一就係我自己知道海參嘅營養價值，我自己都係一個會長期食海參嘅人。不過咧，識得整海參嘅朋友都知，其實整海參好麻煩。但係呢一款產品就好方便，佢已經整成咗細細條包裝，好方便我哋平時補充海參嘅營養，食起上嚟真係好方便。第二就係我哋真係收到太多關於呢款產品嘅好評啦。我同朋友分享兩個真實嘅案例，第一個就係嚟自加州嘅一位 V 女士，喺57歲。佢有關節問題，佢已經連續補充紅海參超過2個月啦。佢話感覺好有效果，而家每日行路上落樓梯都覺得好輕鬆自在。佢仲特登寫信咁多謝我哋，話呢款產品佢一定會堅持食落去。第二位就係邁阿密一位73歲嘅宋女士，佢長期血壓偏高，但係食咗紅海參一段時間之後，明顯覺得日頭唔再頭暈，夜晚瞓覺都特別安穩。成個人都覺得舒服咁，輕鬆咗好多。佢真係感受到呢啲變化，所以而家佢會主動將呢款產品推薦俾身邊嘅親友。呢啲咁嘅反饋，我哋真係收到好多好多。當然啦，呢啲都係每個人自己嘅體會，唔一定所有朋友都會有一樣嘅感受。但係毫無疑問，可以肯定呢款真係一個好好嘅產品。所以呢，有需要嘅朋友，我建議你可以先買一盒嚟試下，話唔定好快就會好似佢哋咁感受到自己身體嘅變化。咁如果你有需要，而家可以睇落去影片下方評論區置頂嘅連結，記住結賬嘅時候輸入我哋優惠碼珍妃嘅拼音，咁樣就可以有85折優惠俾你。我哋講返正題，奧格雷迪最後彈射成功，佢用咗超過25分鐘先落到地面。咁下降嘅過程中，佢甚至見到地面上有塞族軍事人員追住咗個降落傘跑，因為佢個降落傘顏色實在太顯眼。落地嗰一刻，佢即刻撕甩咗降落傘，攞起生存裝備就衝入咗樹林。追緊佢哋人，跟住喺後面嘅係一個男人同一個細路。當時最近嘅時候，距離喺落地嘅位置淨係得6英尺。6英尺啊，唔夠2米遠，但係都冇發現到嘅。佢拎咗入樹林，接落嚟嘅6日就係一個關於人類意志力同訓練極限嘅案例。頭2日塞族人嘅搜索係極之密集，直升機喺頭頂低空盤旋，近到可以清楚見到機艙入邊飛行員咁樣。至於地面上嘅士兵呢，佢哋對住任何喐佢哋都開槍，有人仲用步槍桿捅咗匿埋咗灌木叢，想逼佢出嚟。最近嗰陣，佢搜索者嚟咗，淨係得幾尺遠，咁一動都唔敢動，趴喺泥地度大口大口嘅呼吸，都驚個聲太大。佢日頭一步都唔喐，等到天黑先至換位。佢啲水去到第4日就飲晒，佢開始食螞蟻、食樹葉、食草。用海綿收集雨水，再裝入膠袋。波斯尼亞6月成日落雨，佢唔會渴死，但係咧喺雨水都令到佢成身冇晒，對腳都浸到爛晒。最緊要嘅係頭3日嘅基本上離開無線電，呢個決定最後救咗佢條命，因為佢哋開機。塞族人嘅無線電監聽設備就收唔到信號，搜索持續咗幾日，結果咩都揾唔到，又冇信號，塞族人就開始懷疑佢已經死咗。始終架飛機嘅空中係直接斷開咗2截，所以塞族人嘅搜救力度就慢慢減低咗。去到第6日夜晚凌晨2點08分，奧格雷迪終於開咗無線電。佢喺戰友漢福德上尉啱啱喺附近巡邏，所以就喺無線電入邊聽到有聲音傳咗。我係 Basher 52，我仲生存緊，我需要幫助。由確認嘅身份到開始搜救，只係用咗12分鐘。由確定搜救方案到直升機起飛，都唔使3個鐘頭。喺天光前6分鐘，2架美國 H531超級重馬運輸直升機降落咗距離咗50碼嘅地方，40架飛機喺空中提供掩護。奧格雷迪就由樹林度一聲衝咗出嚟，海軍陸戰隊員即刻喺咗身邊圍成一個保護圈，直升機好快就升空。撤離過程中仲遇到塞軍地面火力同防空導彈攻擊，但係佢哋真係飛咗出嚟，成個急救人員嘅行動淨係用咗2個鐘05分鐘。
奧格雷迪嘅故事係一個成功逃脫嘅例子，但係歷史上更多嘅案例就指向另一個方向，就係俾人捉咗1991年海灣戰爭沙漠風暴行動期間，一共有23名盟軍飛行員被伊拉克俘虜，其中最震撼世界嘅就係海軍中尉傑弗里·扎恩。1991年1月17號，戰爭爆發嘅第一日，扎恩作為 A6E 攻擊機嘅武器系統操作員，連同飛行員鮑勃·韋茨爾一齊執行轟炸伊拉克空軍基地嘅任務。架飛機俾防空炮火擊中，兩個人彈射之後就俾人捉咗。3日之後，扎恩咁樣就出現咗喺伊拉克電視台嘅鏡頭入邊，嗰個畫面成為咗海灣戰爭最具代表性嘅影像之一。扎恩塊面腫得好嚴重，滿面血跡，眼圈瘀晒，一啲就知俾人打過。佢被逼對住鏡頭讀嘅一份反戰聲明。扎恩事後回憶話，俾人捉咗第一日就已經俾人打咗，俾人關咗巴格達秘密警察總部嘅地牢，經歷咗46日嘅審訊、毒打同埋多次被威脅要處決。46日之後，扎恩終於獲釋，禁瘦咗30磅，但最後身體都恢復翻。而韋茨爾兩隻手臂喺彈射嗰陣都斷咗骨，都係同一日被釋放。扎恩之後從海軍退役，佢喺沃頓商學院嘅 MBA 之後做咗華爾街嘅金融分析師。但係喺嗰張喺伊拉克電視上面腫脹同淤青嘅面，永遠都定格咗喺1991年。作為一個被俘嘅美國飛行員，最即時嘅用途就係做宣傳。呢個故事入面其實仲有一個好窩心嘅地方，都係一個出乎意料嘅轉折。美軍喺扎恩同韋茨爾啱啱俾人捉咗嗰陣，最先接手咗佢哋，其實唔係秘密警察，而係空軍基地嘅指揮官伊拉克空軍少將羅伊斯穆尼爾。穆尼爾當時做咗一件事，喺戰場上嚟講係好罕見嘅，就係冇保護咗呢兩個人。當時薩達姆政府對於交出敵軍戰俘嘅平民係會發賞金嘅，喺基地入面就有咗伊拉克軍人想將呢個飛行員交俾當地人換錢，甚至薩達姆有個表親都向穆尼爾施壓，不過穆尼爾拒絕咗，佢用自己嘅私家車將兩個美軍飛行員送去巴格達，但係去到巴格達情況就變咗，秘密警察接手之後就開始對佢哋拳打腳踢。但你要知，20年之後，穆尼爾逃離伊拉克嚟到美國申請庇護，估下係邊個幫佢寫材料同推薦信？就係扎恩同韋茨爾。講完呢啲故事之後，最後我哋傾下有好多人都唔明嘅一個問題：美軍唔係好早就話制空權已經冇咗咩？特朗普話伊朗雷達100%都俾人摧毀咗，國防部長都話空域控制權嘅人可以挑戰。點解美軍嘅 F-15依然會俾人打落嚟呢？仲有喺呢段期間，搜救嘅飛機都多次俾人攻擊。呢個原因呢，用最通俗嘅講法嚟講，就係制空權其實唔係一個開關，唔係話開咗就100%安全。你可以炸毀敵人90%嘅防空系統，但係剩低嗰1成，如果係流動式藏喺橋底下，隨時可以轉移㗎。佢就好似打地鼠咁，你唔知佢幾時會喺邊度彈出嚟。例如話，伊朗嗰啲流動防空導彈發射車可以關咗雷達，進入靜默等候狀態。美軍架飛機飛過頭頂嘅時候，佢突然開機發射，然後又即刻走去第二個地方。呢個同我哋啱啱講過1995年塞族人擊落奧格雷迪嗰個戰術係一模一樣嘅。另外，最新嘅情報評估都顯示，打咗5個星期，伊朗仲有大約一半嘅導彈發射車係冇事，仲有200幾台。有人話，只要呢200幾台入邊漏咗幾台，佢好有可能喺某個時候就會打落一架飛機。所以制空權其實唔等於零風險，呢個都係點解搜救本身係充滿危險嘅原因。好似而家美軍派出去嘅搜救飛機 A10俾人打咗，直升機又俾人打咗，機組人員都出現咗受傷嘅情況。去救一個人嘅呢啲飛機，自己都有可能變成下一個要俾人救嘅人，但係佢哋都係照去。呢個就係美軍唔會遺棄任何人 ，leave no one behind。佢寶貴嘅原則其實唔只係一句口號咁簡單，每一個坐入戰鬥機機艙嘅人都知道，如果我真係俾人打落嚟，我哋同胞一定會睇救我。呢種信念係令到飛行員敢飛入防空火力網其中一個最大嘅支撐力。O'Grady 可以喺度匿咗6日都冇放棄，就因為佢知道美軍一定會係救嘅。扎恩喺地牢入邊俾人困咗46日都冇崩潰，因為佢知道呢個唔會係永遠，因為佢哋係美國人。而家如果嗰個人仲生存緊，只剩翻咗一個，我相信都係同一種信念支持住嘅。等我哋一齊祈禱，
希望佢可以好快平安獲救。好啦，今日呢集節目，如果你覺得學到冇乜，以前唔太知佢哋，記住俾個 like 我，仲可以 share 俾你覺得有興趣嘅朋友。如果你仲未訂閱真觀點，都記住嘅訂閱，開埋個鐘仔，下次有新片就唔會錯過啦。我哋下次再一齊睇啦。啱啱提翻上集節目尾，我預告喺北約77年入邊有3次差啲玩完嘅危機。呢個話題我哋會遲咗先講，因為呢件事都幾重要，我都覺得大家會中意咗呢啲內容。所以呢，嗰集節目我哋下個禮拜先播，聽日會同大家帶嚟一個神秘訪談，仲有我哋神秘伊朗系列第5集都會播出。經歷咗全民強制性什葉派伊斯蘭之後，有一位國王出現咗，佢想帶伊朗重返波斯嘅輝煌時代。佢究竟點樣將呢個夢想變成現實？又點解最後會被徹底摧毀呢？伊朗嘅波折真係嚟到令人唏噓。記住加入真觀點會員，聽日同一時間夜晚7點，雷東，我哋不見不散。你話世界好大，想出去見識下。年少時渴望你夠膽去實現。由高鐵距離到南半球嘅陽光，一路跌跌撞撞都一樣嘅固執。就喺缸裏面想搵個 K， 被劇之門外，真係好尷尬。你咬實牙關咁委屈到褪晒，轉頭先痛罵過，我就係捱到最後先知道晚黑。你講真心話都唔尖銳，但係可以變成咗散人心嘅武器。你話你最鍾意太陽花，永遠都向住陽光生長。你又識用熱門話題講道理，可以將複雜嘅世界講到好清楚。真係飛啊，繼續飛，向住陽光行，風雨都唔怕。星空又鍾意微笑，你自將宇宙藏喺參戰嘅細細命入面。你話語言只係一個巧合啫，唔使怕語法，唔使怕口音。你學英文對住鏡練習，自己打氣之餘仲俾到人勇氣。即使現實成日都唔講道理，你都仲喺度留低善意。你講真心話都唔尖銳，但係可以變成細散人心嘅武器。你話你最鍾意太陽花，永遠都向住陽光生長。你可以將熱點講到有道理，將複雜嘅事講到清清楚楚。真飛啊，繼續飛啦，向住陽光行，風雨無阻。如果有一日你覺得太累，粉絲都願意同你一齊孭住，你仲有咁勁嘅團隊，可以稍為休息下，休息完又可以滿血回歸。你講聲無忌實在太輕啦，佢就等首歌幫你記住啦。真飛啊，繼續飛啦，向住陽光行。無論季風下雨，都阻擋不了